超開心，有個客借咗隻極罕有嘅背囊俾我哋做開箱。個袋就係 Carryology Crossover Mission Workshop Mars Project 火星計劃系列。大家睇到呢一組嘢過皮啊，全部都係頂級嘅物料 ，Ultra 400X、EPX 70RX， 仲有 Ultra Core 嘅布料 ，Fitlock Cobra， 仲有佢哋自己專利 Archive 系統。Mission Workshop 其實喺10幾年前已經開始研發模組化嘅系統。本身呢個背囊係佢同 NASA 合作出俾太空人用嘅，呢個版本咁啊，梗係出俾地球用㗎啦。Roll Top 嘅設計加埋 U 型嘅拉鏈，勁方便。入邊有4個網格 ，Archive 系統就係路軌加個球，一嘢拉落去，方便過傳統嘅 Molly 好多。前袋有2個好深嘅拉鏈袋，後邊16寸電腦格，前邊都有2個比較淺嘅拉鏈袋，側邊有個雙拉鏈袋。呢3嚿嘢都係要加錢嘅。Archive 系統嘅配件調校超方便 ，detail 位有火箭，呢個位俾你攝落篋度嘅。呢2個張巴閉啊，係由 Dan Matsuda 設計 ，NASA 係官方工廠做出嚟嘅。Mission Workshop 除咗呢個限量版之外，其實仲有好多其他產品，而且已經登陸全線10urban同埋網站啦。冇咩事，我都係翻屋企瞓覺先啦。2點鐘唔使上火星，我都浮下啦。